第四章來歷不明的奇人。鄭寶雲的喉間發出了一陣異聲，好一會，他才恢復了鎮定。我的哭叫聲驚動了別人。當我聽得腳步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時，我的神志清醒了些。我再定睛看去，那隻手卻已從那圓孔中縮回去了。我連忙在地上拾起那蓋子來，匆匆忙忙旋了上去。我才一將蓋子旋上去，就有好幾個僕人衝了進來。接着我母親也來了，他們全是被我的哭叫聲驚醒過來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七嘴八舌地向我問是什麼事情，我卻什麼也沒有說。那時我以為剛才是我眼花了，那一定是我神經恍惚的結果。我只是告訴他們，因為我懷念死去的父親，所以當我又看到了他的靈柩之際，我便不由自主哭叫了起來。我的話他們也傳信了。我立時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中，將自己鎖了起來。你可想而知，那天晚上我一夜未曾合過眼。我默默地點了點頭。任何人遇上了那樣的情形，都會一夜合不上眼睛的。何況我可以斷定，就算這件事沒有發生之前，鄭寶雲一定也是一個十分神經質的人。那麼這種事對他的打擊自然更大。我問道：以後又怎樣呢？在這一夜中，我翻來覆去地想着，希望我剛才聽到的和看到的全是幻覺。但是我想來想去，那全是事實，而絕不是我的幻覺。我自己不斷地問自己，我該怎麼辦？我的父親已死去了3年，但是他卻在棺材中發出聲響，而且他的一隻手還從棺材中伸了出來。他的身體絲毫也未曾腐爛，他復活還是根本沒有死。那一夜之中，我思緒亂到了極點，最後終於下了決定，要打開棺材來瞧瞧，但卻秘密進行。第二天，我下令我要獨自對着靈柩追思我的父親。本來連母親都不要他在一旁，但是他卻堅持和我在一起。於是只有我們2個人，我不得不將我昨晚上看到的事講給我母親聽。出乎意料之外，我母親非但不驚恐，而且十分高興。她說我阿爹生前最喜歡行善，一定是感動了上蒼，玉皇大帝下令給地藏王，令阿爹復活還陽了。我給他那種話弄得啼笑皆非。我着手旋開所有的螺絲，最後我慢慢地揭開了棺蓋。我母親早已緊張地準備着，準備我一揭開了棺蓋之後，她就撲上去。但是當我揭開了棺蓋之後，她卻是向前踏出了一步，便站定了。當時我們看到的情形，和你剛才第一次下低艙時見到的情形相同。我爹在棺材之中突然坐了起來。只不過當時你以為我囚禁了一個老人，而我們卻清楚地知道他是一個已死了3年的死人。鄭寶雲喘着氣，而且我們望着他，我立即肯定他仍是一個死人。雖然他坐了起來，雖然他身子完整，但是他仍是一個死了3年的死人。我記得當時我叫了一聲，道：阿母，阿爹不是復活，他還是一個死人。我母親整個人呆若木雞。他不斷地喃喃地重複着2個字，我聽了很久，才聽得他在講的是屍變2字。鄭寶雲講到這裏，又停了下來，艙中也立時靜了下來。這時風雨一定小得多了，因為我坐在沙發上，幾乎一點也覺不出船身在搖盪。我呆了好一會，才道：屍變？鄭寶雲點頭道：是的，屍變。那是我們家鄉的一種傳說，說人死了之後，如果下葬之際恰好碰到了大雷雨，或者有黑貓在屍身之上跳過、爬過，那麼屍體就會變成僵屍了。我苦笑着，那不單是你們家鄉的傳說，只怕是每一個鄉村都盛傳着的傳說。我們小時候全都聽過僵屍的嚇人故事。鄭寶雲沉默了半晌，才又道：魏先生，你認為那有科學根據？當然沒有。我立時搖頭。人死了，那就表示他的呼吸停止了，血液不再循環了，億萬個細胞都死了，不能再活動了。我是大聲地在回答着他的問題的，可是我只講了一半，便停了下來，因為我越是試圖用科學的觀點來解釋生和死的問題，
便越是發現，在生和死的秘奧上，我們的科學家所作的努力實在少得可憐。譬如說，人死了，血液不再循環，呼吸不再持續，細胞自然也失去了生命力，是死去的細胞。可是，只要屍體不腐爛的話，頭髮和指甲便都能繼續不斷地生長。這樣的例子我們見得太多了。為什麼頭髮和指甲的細胞能夠在全然沒有生命的支持下繼續生長下去，延續達幾年之久才停止活動？而且我無法講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鄭寶雲的父親就在底艙之中，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死人，但是他的身子未曾腐爛，他也能夠行動。看來在他身上死亡的只是腦細胞，而其他部分的細胞還保持着活動。那麼這又是什麼樣的特殊情形呢？所以我無法不將講到一半的話停了下來。我呆了半晌，才道：忘掉我剛才的話，我認為這是現代貧乏的科學知識還不能作出圓滿答覆的問題之一。鄭寶雲顯然對我這樣的回答感到十分欣慰。我又道：請你再講下去。剛才你講到你移開了棺蓋，他突然坐了起來。鄭寶雲深吸了一口氣，是的，他突然坐了起來。我僵立着，在那片刻間，我心中的感覺實在難以複述。過了很久，他仍然坐着，我才想到我應該叫他一聲。可是直到那時，我張大了口，喉間發不出一點聲音來。而在那時候，他竟跳出棺材來。我當時所能做的事，就是拉了我的母親逃了出去。我們逃出了客廳，我母親幾乎昏了過去。我在定下神來之後，竭力安慰着她。我聽得大廳中有許多下撞擊的聲音傳了出來。我在僕人中找了4個最可靠而又孔武有力的，向他們講明了這情形，並且許以重金，警告他們絕不能將這件事講給任何人聽。我們再走進去，看到他站在大廳中心，撞倒了好幾張椅子，他的手肘在一張椅子的椅柄之上，找得椅柄發出咯咯的聲音。我們合力將他弄進了棺材，又蓋好了棺蓋。當天晚上，我和我母親商量好久，他只是哭，什麼主意也沒有，而我已用一副聽診器聽過他的胸口，而且可以肯定他沒有呼吸，他是一個死人。我提議仍然將棺材蓋密封，將他葬下去，但是我母親卻不同意。他說：阿寶，你怎能生葬你阿爸？他會走路啦。鄭寶雲攤開了雙手，的確，我雖然肯定他是死人，但是他卻會活動，要我硬起心腸來，當作普通的死人那樣葬了他，我也硬不出這個心腸來。於是我們仍然照原來的計劃進行，將他送回原籍去。第二天，我到造船廠改變船隻的設計，加多了一個由我的睡艙中由秘密通道才能到達的底艙。到船做好的那天，由那4個僕人將他從棺材中移了出來。他沒有動作時，完全是一個死人，但是當他有動作時，力度卻大得驚人。他曾咬斷了那4個僕人其中一個的臂骨。對於鄭寶雲所說的這一點，我並不表示懷疑，因為我就幾乎被他的5隻手指將我的肩頭抓得生痛。鄭寶雲道：所以我只好將他鎖在板床上，他根本不會吃東西，也沒有任何排泄。我發現他對光線有特殊的反應，而在黑暗中，他也會不斷地踢床板、捶床板。你說，魏先生，我船上有那麼可怕的？他遲疑了一下，仍不知道應該將他的父親稱為可怕的什麼才好。示意他苦笑了一下，才道：我自然不肯讓一個陌生人上船來。我點了點頭，表示他對我開始的那種粗暴，我已完全原諒了他。他又道：而當我在黑暗之中忽然看到你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掙斷了束縛走了出來，而且我還聽到你講話，我還以為他會開口了。這時我已經對事情的經過完全明白了，我也明白了為什麼他在黑暗中一見我便昏了過去，而在他醒來之後，他喃喃地說他竟會講話，原來他是將我當作了那可怕的僵屍。我將他對我所作的敘述迅速地再想了一遍。由於我的兒且確已經看到了那個可怕的活死人在先，示意我對他的敘述沒有懷疑的餘地。我呆了許久才道：你是想將他運回原籍去落葬的？
何以忽然又改變了計劃？我在快到目的地之時，才改變計劃的。我忽然想到，像他那樣的情形，我們在才一遇到的時候，自然是驚惶失措、駭然欲絕。但是如果我們在冷靜下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感到，那實在是一個科學研究上極有價值的課題。我想留着它作研究。我皺起了雙眉。不錯，鄭寶雲說得對，那的確是極其值得研究的事。我感到我對鄭寶雲的估計犯了錯誤。他的神經質是因為不平凡的遭遇而來的，他本身還不失為一個冷靜的人。他伸手在我的肩頭上拍了一拍。我聽過你的許多傳說，所以我才想起來找你。我以為這種研究自然秘密進行，而你正是我進行秘密研究的最好伙伴。你同意麼？如果鄭寶雲的話是一種邀請的話，那麼我實在無法拒絕這個邀請。我是一個好奇心極重的人，我自然想知道為什麼一個死了3年之久，在這3年中一點空氣也接觸不到的死人，竟然還保持着活動的能力。我立時點頭，好的，我參加你的研究，也一定替你保守秘密。鄭寶雲聽了我最後一句話，十分高興地點了點頭。我那時的確是真正替他守秘密的，但現在我終於又將這件事寫了出來。那是因為這件事發展下去，出現了我和他兩人都萬萬意料不到的結果之故。當時鄭寶雲站了起來，我已將一切經過對你說了，可是我看你的神情，仍不免有點懷疑，你可要再徹底去檢查一下。鄭寶雲的話正道中了我的心事，我立時道：好的，你有聽診器？鄭寶雲拉開了一隻抽屜，取出了一隻聽診器給我。我接了過來，然後我在他的肩頭之上拍了拍。鄭先生，我們既然將令尊當作科學研究的課題，那我們都不必再害怕，是不是？他點頭道：不錯，而且我們也不必當他是我的父親。我們要肯定的是，我父親已然死了，而他只不過是事。他像是十分難以講下去。我介面道：他只不過是一具屍體而已。是的，鄭寶雲立時表示同意。我拿着聽診器和他一齊又向底艙中走去，到了底艙的那扇門，我略為停了一停。剛才我曾叫鄭寶雲不要害怕，但那實在也是我自己壯膽的說法。我絕不是膽子小的人，可是現在我所接觸到的事和人的生命的秘奧有關。我是人，是以自然也因之而產生出一股極度的神秘之感。這種神秘之感是一令人想到了這件事，就會不寒而慄。我回頭向鄭寶雲看了一眼，他顯然和我有同感。我慢慢地推開門，將門推開了幾寸，向內望去，我看到他直挺挺地站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走了進去，向他接近。我必須在他字上加引號，是因為他這個字習慣上是用來代表一個人的，而他是不是人，很難肯定。當我向他接近之際，他沒有什麼反應，一直直挺挺地站着不動。而在我來到了離他只有3-4尺之際，他忽然有了反應，他的身子向上跳動了一下，不知是為了什麼緣故，他的那種跳動使我聯想到了紙碎在靜電作用下的那種跳動。我連忙站定身子，他也靜了下來。我向後退，他沒有反應。而當我又向前走去的時候，他又跳動了一下。我轉過頭來，你看，他不但對光線有反應，有人接近他也有特殊的反應。鄭寶雲點了點頭，是，你小心些。我又踏前了一步，離得他更近了。他的雙臂動了起來，我將聽診器的兩端塞入耳中，將另一端按向他心臟的部位。聽診器才一接觸到他的胸口，他的手臂突然揚了起來，他的手也放在我的手臂上。我勉力鎮定心神，但是我還是聽到了突突的心跳聲。我聽到的心跳聲不是他的，而是我自己的。在聽診器的兩端，我聽不到任何聲響。他顯然是一個死人。我不但聽不到心跳聲，也聽不到血液流通的聲音和呼吸聲。我聽不到在他體內發出的任何聲響。
我放下了聽診器，輕輕地撥開了他的手，他的手垂了下去。我自衣袋中取出了一柄十分鋒銳的小刀，轉過頭來向鄭寶雲看了一看。鄭寶雲人很聰明，他立時知道我要做什麼了，示意向我點了點頭。我慢慢地移動着身子，想站到他的側邊去。可是奇怪的事發生了，當我慢慢地轉動着身子，快站到他側邊去的時候，他也轉動着身子，和我始終是面對着面。我吸了一口氣，鄭寶雲道：魏先生，你對他有影響，他在跟着你動。我道：不是我對他有影響，我看是每一個人對他都有影響。我看這只怕是靜電的影響，我們的人體是一個帶電體。鄭寶雲道：或許是那樣。我取了小刀在手，本來是想在他的耳朵上割下一點來觀察的，但現在我既是無法來到他的側邊，所以我只好對準了他的手臂劃了一下。那柄小刀十分鋒銳，我那一劃的動作也十分快捷和有力。他的手臂之上也立時出現了一道傷痕。他顯然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為他仍然站着一動也不動。反倒不如我向他走近的時候，他還突然向上跳了一下。我也根本未曾希望我在割破他的手臂之後，在他的身子中會有血流出來。我只是湊近身去，想看看他的肌肉被割破了之後的情形。可是當我湊近頭去之際，我卻不禁地抖地一呆，失聲道：鄭先生，你來看。我突然一叫，反倒將鄭寶雲嚇了一跳。他非但沒有近來，而且還向後退開了兩步。我也立時退出了兩步，又叫道：你看。我一面叫，一面伸手指着他手臂上被我割破的地方。鄭寶雲離得他雖然比較遠，但是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這時，在他手臂上的傷口之上，正有一滴晶瑩的液體滲出來，那情形就像我們正常的人在受了割傷之後有鮮血滲出來一樣。但是自他的手臂中流出來的，顯然不是鮮血，而是一滴透明的液體。那一滴液體越來越大，終於滴了下來，滴在瘡板之上。我起先被這種奇異的現象弄得完全呆住了，直到那滴液體滴到了瘡板之上，我才想起，我們要對它進行研究的話，這滴液體一定是極其重要的研究對象，應該將之搜集起來作研究之用。我連忙踏前一步，俯身下去看時，那滴液體已然了無形跡可尋。再向他手臂上的割口看去，只見他手臂上的傷口已顯得十分乾枯，再也沒有什麼液體滴下來。我和鄭寶雲兩人互望着，都覺得莫名其妙。也就在這時，砰地一聲響，一直站着的他突然向下倒了下去。他倒在瘡板上，直挺挺地一動也不動。我和鄭寶雲兩人又呆了半晌，才一齊向他走過去。這一次，我們來到了他的身邊，我並且還伸手碰到了他的肩頭，但是他卻一點反應也沒有。我低聲道：他死了。鄭寶雲道：他早已死了。我忙改正我的話，我的意思是，現在他不會再動了。鄭寶雲的臉上現出了一片迷惘的神色來。為了什麼？因為那滴液體自他身中流了出來。我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因為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鄭寶雲又問道：那一滴液體又是什麼？為什麼會在他的身子之中？為什麼那樣的一滴液體能使一個死了3年的人有活動能力？我仍然不出聲，因為我根本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而且那滴液體也已經消失了。我再向他看去，他身上的皮膚再起着一種十分明顯的變化。本來他的皮膚是緊貼在骨頭之上的，給人一看就有一種硬之感。但是現在他的皮膚卻鬆弛了，變得好像一摸就會脫下來。我道：鄭先生，我們先將他抬到板床上，看看他是不是有別的變化。鄭寶雲點着頭。我們將他抬到了板床上，又看了一會。鄭寶雲按着電燈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鄭寶雲曾說過，他對光線有着十分敏感的反應，而且我也親眼目擊過。
這時電燈熄了又着，好幾次，他卻仍然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板床上。我搖着頭，鄭先生，看來他是真的死了，奇可惜，我們竟未曾留下那滴自他體內流出來的液體，要不然我們或者可以知道其中奧秘。鄭寶雲地站着，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過了幾分鐘，他才抬起頭來。我有一個私人的解剖室，設備十分完善，我想將他的屍體進行徹底的解剖，不知道你是不是肯幫助我？我攤了攤手，你不必考慮我是不是肯幫助，我要反問你，你的母親是不是會同意？在他這一代的人看來，兒子要解剖老子的屍體，那簡直是一件大逆不道、天打雷劈的惡事。他當然不會同意，但我們可以瞞着他。好的，我答應了他，去向他望了一眼。我想我們要盡快上岸了。看來屍體好像已漸漸在開始腐爛了。船上有冷藏夫。那一晚上，接下來的事情便是我和鄭寶雲兩人用白布將他包了起來。他一直沒有任何動作，而且他的身子也變得鬆散，而不是那樣僵硬。我們又將他一齊放進了船上的冷藏庫之中。那冷藏庫只要來儲放肉類，以備長途航行之需的。當我們將他放進了冷藏庫之後，我心中暗暗下定了決心，如果我以後再有機會乘這艘船的話，那我決計不會在船上吃任何的肉類。當我們安排好一切之後，大副來報告，天氣情形已完全好轉了，再有一天航程，我們就可以到目的地了。我利用船上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告訴白素，我正在前赴馬尼拉的途中。我是不必說明為什麼突然會遠行的。白素知道我隨時隨地會遇到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時天已亮了，鄭寶雲領着我去參觀全船，那的確是一條了不起的遊艇。如果我有足夠的錢，我也一定會照樣去做一條的。然後我和鄭寶雲以及他的母親一齊進早餐，我們三個人用鄭寶雲的家鄉話交談着。鄭寶雲告訴他母親，他阿爹的屍變問題已然解決了，他也勸他母親別回原籍去，回到馬尼拉之後，將屍體好好葬了，也不必再奔波了。老太太多半是給屍變這件事嚇壞了，是以一聽說屍體已不再活動，便十分高語，也不再和他的兒子爭論什麼，就答應了鄭寶雲的話。老太太的興致十分高，她不斷地講着話，而將我當作對象。她提及很多有關她丈夫的事情。她的丈夫本來就是一個傳奇人物，人家甚至傳說他可以預知幾天之後的事情，是以商場上的一切變化，他都可以料得中，所以無往而不利，成為著名的富豪。對於這樣一個傳奇人物，尤其他死後還出了那樣的奇事，我自然對他的早年生活的情形也十分有興趣。我問了好幾個問題，經我一問，老太太的興致更高了，她不斷地敘述着她丈夫以前的事。這些事與以後的事情意料之外的發展是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所以我將老太太的話歸納起來，成為鄭天祿先生鄭寶雲的父親的一個小傳。只在這個小傳中是看不出什麼來的，但如果將這個小傳保存起來，和我以後記述的事情對照起來，就可以看出這個小傳極耐人尋味。鄭天祿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家鄉到外洋去。那年他究竟多少歲，沒有人知道，他家鄉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子孫，只知道他在菲律賓發了財回來那年是24歲。他操着家鄉的語言，立時有很多人爭着認識他的長輩。他究竟是什麼人家的孩子，一直沒有人知道，但一定是這條村的人，是不會錯的，因為在福建北部的山區中，那是些偏僻的鄉村，幾乎每一個村的語言都是有差別的。鄭天祿回家鄉來的目的是娶妻子，這件事轟動了整個山區，幾十里外都有人爭着來說媒。可是鄭天祿娶妻的條件卻十分怪，他不要姑娘好看，也不要姑娘的家世好，而要他自己看過。他看姑娘家的時候，戴着一副奇形怪狀的眼鏡，很大，會放光。關於這一點，老太太無論如何說不出那眼鏡是什麼形狀來，
他揀了足足1個月，才揀中了老太太。老太太家中十分窮困。鄭天祿拿錢出來辦喜事，辦好喜事之後，又住了1個來月，才帶着老太太離開了家鄉。鄭天祿只有1個兒子，就是鄭寶雲。鄭天祿從來也不生病，只有一次，老太太忽然發現他身子發燒，請來了1個西醫，逼着他看，可是那西醫卻不知為什麼，藥方也沒有開就走了。鄭天祿有着料事如神的本領，他的錢也越來越多。由於他只有1個兒子，是以老太太曾勸鄭天祿多討幾房妾侍，但鄭天祿不答應，老太太便討進門來，他卻連望也不向那些妾侍望一眼。老太太講到這裏的時候，其詞若撼耳，實乃心喜也。鄭天祿的確有過人的預見力，那是老太太一再強調的一點。老太太還舉了許多日常生活中鄭天祿有預見力的例子來作證明，其中有好幾點是鄭寶雲也點頭證明確有其事的。由於老太太舉的例子十分多，我自然不能一一盡錄。一般來說，鄭天祿似乎有一種超特的能力，使得他能知道7、8天之後將會發生的重大的事故。我在聽完了老太太的敘述之後，心中當時只有1個疑問，於是我將這個疑問提了出來。我問道：老太太，照你所說，鄭先生是沒有他的家人的了，何以他是你們村中的人，卻會一個親人也沒有呢？老太太道：我也不知道，或者是他的親人早已死完啦，鄉下日子死人容易啦。我沒有再問下去，因為再問下去的話，我找不出適當的、有禮貌的話來發問。我覺得鄭天祿有一點來歷不明，他的身世根本沒有人知道，而他只不過憑着一口土話，就被村裏的人認定了他是這個鄉村出去的，而且多半也為了那時候的鄭天祿已經發了財。我也會講那種方言，如果下點功夫的話，我也可以將這種方言學得十全十美。若是我去冒認自小從村子離開的人，村人也會相信。如果說鄭天祿來歷不明，在鄭老太太面前，那當然是極不禮貌的事。而我終於未曾問出來的更主要原因，是我想不出鄭天祿要假冒那個村子村民的原因。他假冒了村民，若是為了去娶當地一個窮人家的女兒做妻子，那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在那一天中，我整天都成了老太太談話的對象。老太太對我十分有好感，還問我結了婚沒有，看來大有替我做媒的意思。在那一天中，我幾乎沒有機會和鄭寶雲講話，一直到晚上，老太太睡着了，我才向鄭寶雲：冷藏庫中沒有什麼事發生？沒有。鄭寶雲回答：真奇怪，他看來真的死了，流出了那滴液體之後，他就死了。這究竟是什麼緣故？這實在太奇怪了。